如果你想要確認或者支付已抽籤成功嘅活動，撳個人中心，撳我的記錄，撳查看抽籤結果，撳活動，即可睇到已抽籤成功嘅活動，撳已抽籤嘅記錄，睇到抽籤成功嘅活動申請，撳支付，揀抽籤成功嘅訓練班同康樂活動，撳確認，核對付款詳情，撳確認付款，揀付款方式，付款成功，撳列印，列印完成，請取回確認通知書，撳確認。